中壢油脂的沙拉油驗出有致癌物質超過標準，這批是已經賣到泰山、福壽、福茂一個品牌。緬甸軍事政變爆發到今已經5冬，根據統計，尚無有10萬外人因為戰爭死亡。美國東海岸體感溫度衝到46度，這禮拜六是美國國慶日，華府可能會破38度。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新聞世界通》，我是蘇眉，邀請大家踮台灣看世界，用台語了解國際大。這部頭期先來看咱國內食用油是驗出致癌物質超過標準，中壢油脂的大豆沙拉油是驗出1級的致癌物質，這批是有1300噸，已經賣到泰山、福壽、福茂一個品牌。各縣市的衛生單位是趕緊要求這業者都要落價回收。這款致癌物質主要是要經過高溫加工才會產生的。衛福部是表示講，這批原料出廠的時檢驗是合格，不過成品說是有問題，當咧調查講這中間是出現什麼狀況。也若是咱上界煩惱的，就是萬不伊若是食到是要安怎？不過專家是表示講，唔免傷過驚嚇，因為這是因為愛食長期食真濟，風險才會增加，袂因為講食到一解就出問題。也若是咱平常時是要安怎避免食到這款致癌的物件呢？頭一個就是咱油買回來就唔通好放佇咧這溫度傷過懸的環境，舊的油嘛莫擱甲新的倒做伙。所以就是這煮麵物件，若是萬不伊炒火焦，有迄烏烏的物件就唔通好食，顧健康較重要。日去真無奈，食品行業者透早就收到2大箱人客退貨的大豆沙拉油，國內油品出現食安危機，由中壢油脂供應予泰山、福壽、福茂3間油品大廠的大豆沙拉油，即馬互人通報有真儕款1級致癌本片比超過標準，影響很大。這段時間的話，會比較短缺，較少人買啊。目前統計有1300噸問題油已經銷去門市業者，不過門市業者煩惱早就予消費者吃落去啊。說我們家小朋友都是外面吃，所以我會擔心他。這個是我忠誠的牌子，我那個麻油也用那個福壽的。主要是最近會出了這個問題。根據了解，這批問題油是中壢油脂的，檢驗發現配合315、115控訴的油，有本片比每公斤8.1微克，無符合咱國食品中污染物質加毒素衛生標準，含量標準2微克。台中市衛生局嘛，佇7月初早起活動時藥署針對中壢油脂加福壽、福茂油展開稽查，嘛通知中華縣衛生局查核泰山企業，閣開始落來回收機制。使用油脂製造業者是我們最關注而且管得最嚴的一個食品業者，他一定要自主檢驗之外，我們有要求第三方驗證。目前有共稽查到3年有稽查240家次，那在過去檢驗結果確實都是合格的。衛福部目前查清楚這批油的原料是為製造出廠的時陣檢驗結果合格，不過後續發現成品有各樣原因，還佫在查。這屆影響的範圍大，包含福壽的大豆沙拉油、健美芳油、福茂油的熱控大豆沙拉油、平條油18公升，以及黃豆油，還有泰山的金酥奶脂油、沙拉油、環保剔燙沙拉油等真儕品項特定配合。你們也看到都沒有在生產了，也停止出貨。這是目前我們現在的營運方式，也等待主管機關這邊來指示，看我們這邊後續檢驗合格的時候才會再開放。目前中壢油脂回應會先控制風險，再查清楚責任，邀請專家協助，以上緊的時間把問題找出來做改善。記者採訪報道。高雄的衛生局接到檢舉，昨是去大寮夜市下稽查，在這四手仔的單查到超過40種中國進口的四手仔。衛生局是表示講，因為這款物件攏無進口的證明，是以食安法開發。稽查人員摕大卡袋哪查哪底，因為大頭頂懸的四手仔全部攏是違規進口的中國四手仔。高雄市衛生局初一暗時來到大寮的王園夜市稽查，發現這大攤販看板頂懸就直接寫白中國當稱的四手仔，敢若擺佇大頭的湯仔餅種類就超過40種。衛生局一查，包裝無繁體中文，無生產地點、工廠甲日期，全部攏來源不明，依法沒收，帶回銷毀。依統法第47條，處新台幣3萬元以上300萬元以下罰鍰。現場亦已依統法第52條規定，封存違規食品共53.8公斤，後續監督銷毀。王園夜市大約真飽大，規模無算大，因為附近攏是徛街，所以逐禮拜三的夜市攏真鬧熱。管理單位私底下講，
團上要來登記排查，攏會先甲因講袂使賣違法的物件。這打來無偌久，可能是有人看袂過去檢舉。附近民眾講，定拄看少年仔甲囡仔咧買，不止個中國的物件，伊真正袂放心。它裡面添加什麼東西，我們都不知道。有不合格，你要怎麼講？我們現在食品維安很重要，如果你往往不小心的話，就次毛病出來了。你看台灣洗腎那麼多。衛生局表示，會隨時去夜市啊、客閘為民眾的食安把關，因為定拄有民眾閃發規空芳，用自用也是改產品名稱的方式，對中國大量進口刺繡啊。監察院6月2日公布調查報告，有要求衛福部、財政部等相關單位愛加強管制，其中食藥署嘛要求國內18間電商平台愛落架違規的中國食品，到6月底為止已經落架超過4000件。記者柯家族區條用高雄場報道。國際消息來看，緬甸的軍事政變爆發到今已經5冬啊，還在內戰。根據統計，上無是已經有10萬外人因為戰爭死亡，是這亞洲目前傷亡上界慘重的戰爭。為怎樣緬甸內戰會這麼嚴重？這不是干那是軍政府甲民主派對立。緬甸這陣主要是分做3大陣營，目前掌權的軍政府掌握國家的主要資源，民主派由支持昂山素姬的民主人士組成，過來就是民地武。少數民族的武裝組織掌控着邊境的領土，為怎樣這停戰會這麼困難？第一，就是因為軍政府有外國勢力，其實就是中國甲羅西亞咧甲小天送武器給因。第二，雖然反抗勢力民主派甲民地武因有共同的敵人軍政府，不過其實因要愛挃的物件是無共款的，所以講就無法度共心搶頭人來領導。這也唔是軍政府就代了後才有這款問題。緬甸是長期有無共民族牽涉分裂的地緣政治問題，所以講這內戰就一直無法度找到平衡的解決方案。衝突監測機構武裝衝突地點和事件資料，第一冊表示講，緬甸對2021年發生軍事政變引發內戰以來，全國佇個衝突內面死亡的人是高達100114個人，這麼多。雖然目前無緬甸官方的統計數字，而且各方的估算攏差真多，但是分析家普遍攏認為講，這場5年的內戰是亞洲上致命的武裝衝突，而且內戰閣在持續，死亡的人數嘛閣一直繼續在起嚟。阿姑部族啊。譬如阿姑啊，သူတို့ကဘယ်地公ရပြီလေနောက်ထပ်ဒီဘယ်လောက်ပေးတေချအောင်မှာလဲပေါ့နော်အဲ့လိုမေးဖို့ပြန်ပြီးတော့ပြောဖို့ပဲရှိရတယ်လေသူတို့က地公ရင်တို့တွေကကိုအောက်ကကလေးနဲ့တို့ကအသက်ကြီးတော့ရင်ဘိုးကြီးဖြစ်မှာနဲ့ဒုက္ခပြတ်သွားလို့ဖြစ်သွားရင်ငတ်ဖို့ပဲရှိရတာပေါ့ ACLED 的報告內面指出講，緬甸是去年全球第2大衝突熱點的國家，敢若蘇巴力斯坦地區爾，嘛是目前全球武裝團體上分散的戰場，境內武裝團體就超過1200個。這武裝分子互軍方鎮壓了後，離開城市，組建支持民主的游擊隊，和長期對抗中央政府的少數民族做伙來作戰。當5年的內戰，閣延伸出下境的危機，大量的難民走去泰國和孟加拉。邊境地區的毒品愈來愈嚴重，武裝團體持續控制詐騙園區，互政府的影響一直擴大到規個東南亞。另外一方面，緬甸政府在30是拒絕當協特使會見民主領袖昂山素姬的請求。對2021年軍方發動政變了後，當協是一直甲緬甸排除在外，拒絕因參加高層級的峰會。當協輪值主席國菲律賓捌公開呼籲講，降低對昂山素姬的人身自由的限制。4月下旬，緬甸的政變領袖敏昂萊宣布今年81歲昂山素姬防軟禁關在厝。分析家認為講，當協的成員國排除緬甸的共識當地瓦解，一寡國家是願意接受緬甸做出一寡讓步，互因轉來到當協。不過，某國家因的立場同款是正的。公視新聞新樂報編譯。羅西亞側翼是對烏克蘭基輔發動無人機甲飛彈空襲，上無造成17人死亡。地面戰的方面，烏克蘭是強調講，因迫害羅西亞的補給，阻礙羅西亞兵力調動。在進前飛彈的攻擊，大多數攏予烏克蘭的防空系統爛炸成功了。羅西亞側翼暗時的新一波攻擊，是打到烏克蘭首都基輔頂5個地區的目標。烏軍嘛一直用同款的手法去轟炸羅西亞後壁的基礎設施，和瓦兩軍接戰地區補給的路線，特別是克里米亞半島。外電報道指出講，羅西亞對後壁對克里米亞的陸海空補給路線，就算無完全予烏克蘭的無人機切斷，嘛因為相接空襲嚴重受阻。Але ми вже бачимо, наприклад, на півдні деякі ділянки фронту, де російська піхота
із-за того, що логістика зруйнована, рухається 30 кілометрів пішки для того, щоб зайти на позиції.俄軍是持續向頓涅茨克的步履地帶推進，迪波克羅夫斯克和康斯坦丁尼夫卡西克里亞持續施壓。根據基輔獨立報和美國戰爭研究所的分析，俄軍當想要對東南兩邊甲康斯坦丁尼夫卡圍起來。若是這條防線失守，唔會當創俄軍在頓涅茨克的防禦體系，無可能進一步威脅後勤補給線。到底雙方互相攏有一寡成績的時陣，俄羅兩國的民意對戰局和經濟前景的看法嘛出現變化。當其中追蹤羅西亞民眾對經濟看法的蓋洛普民調公司上新的數據顯示講，羅西亞成年的民眾對經濟前景悲觀的比例，20年來是第一擺超過樂觀的人，對軍方的信心嘛對開戰初期的八成，那個無情的66%。And this year, 6 in 10 adults said they're getting worse. That's up more than 20 points in a single year. It's also the first time more than half of Russians have ever expressed pessimism in any year going back more than 2 decades. 另外，烏克蘭方面的民意在開戰幾年來嘛有真大的變化。蓋洛普的調查顯示講，2022年主張拍落去的比例是超過70%，但目前敢若剩26%。主張較緊和談結束戰爭的人是對開戰初期無到1%，即嘛是已經大大增加到目前的66%。公司新聞次家人編譯。天氣熱翕翕，美國紐約甲華府體感溫度衝到46度。這禮拜六就是美國國慶日，建國250週年，是有真濟活動要辦。不過氣象預報這華府拜六是有可能會破38度，是有史以來上熱紀錄。各地是趕緊咧設限量中心。這回極端高溫到位，紐約市民也擋袂牢，水管袂煞，這波熱浪高壓為中西部一路向東拖，加做小可現象，和高溫無法度消散。氣象預報顯示，紐約初時會負40度罕見高溫，打破20年7月紀錄。曼哈頓一間土耳其餐廳將核心提供免錢的冰水和過路人，這10人干能在大日頭下向別人分錢。Now I'm here and I'm baking. I'm in the oven right now. But other than that, it's been slow, trying to make a couple dollars. 這一活動是美國建國250週年紀念日，紐約各種慶祝活動攏在準備當中。紐約市長曼達寧強調，這可能是為2010年以來上大的國慶日，市府會全面防範確保市民有所在體諒。I have activated the city's heat emergency plan, and we will issue targeted warnings through our city's advanced warning system to protect vulnerable New Yorkers. The city has opened hundreds of cooling centers across the 5 boroughs. 可能打破高溫紀錄的都市也有華府，氣象預報顯示國慶當日的氣溫按算會超過38度，創8年來的新高紀錄。We are under what's called an extreme heat alert from today through Saturday, which includes the large 4th of July celebrations as well as a lot of other events that are going on in the National Mall. 在極端天氣之下，弱勢族群常受影響。像這下州亞特蘭大的志工團體成立真濟避暑站，提供休眠甲弱勢民眾冰茶甲冰水。這擺熱浪，無那在陸地滾甲全球海洋溫度也創歷史新高到71度。海洋熱浪引起海水酸化，嚴重危害珊瑚礁甲海藻保定環境，會互細菌刷走，破壞漁業結構，除非減少化石燃料甲人為破壞，啊若無，規個海洋生態系統會面臨正大浩劫。公視新聞張淑芬編譯。溫室氣體當中，其中這托木葉、牛、羊這個動物房的甲烷是造成暖化真重要的原因之一。法國的托木葉產生的甲烷甚至是比卡車閣較濟。為了減少碳排放，法國是當咧培育體型較小、會當生產牛奶，也會當做肉牛的品種。牛和羊等等紅白動物排放的氣體攏會產生甲烷。其中牛的排放量上大，因為全球大約有15億隻牛，因會使講是地球上甲烷排放的主要來源之一。根據2022年的一項統計，全球農業的甲烷排放量有142噸，比石油業加3倍，佔即馬暖化成因的1/3。為了減少氣體排放，紐西蘭捌佇2022年到2024年對畜牧業扣牛的皮的稅金。澳洲一間牧場也甲新創企業合作，開發海草的飼料，互牛隻按算會當減少25%的排放，對地球的幫助真大。也若法國諾曼第畜牧業，即馬是專注佇開發體型較細的明日羚牛。
This one was selected to be lighter, and with the objective that it consumes less, it will emit less methane per day without losing in terms of milk production. 在法國，牛的甲烷排放大約佔10%的溫室氣體排放，比規個卡車的行業佫較濟。明日靈牛就是體型大約550公斤，比一般600公斤正常體重的靈牛佫較細隻的牛，改飼較細粒子的牛，對降低排放就真有幫助。 La vache arrive dans cet appareil, c'est l'air émis par la vache qui est aspiré par la machine et qui monte là dans la cheminée qu'on voit au-dessus. 除了經體型較細隻的牛，而且互因生炭，法國也想要甲靈牛的牛母、甲肉牛的牛犅，互因拍種，生出會當提供牛甲肉的後代，也就是有2種用途的未來牛。 希望會當減少2種族群佇飼養甲資源的相爭消磨。公司新聞洪如梅編譯。美國紐約的帝國大樓是出現一對落西亞愛人仔，無任何安全防護，就爬起了400外公尺高的帝國大樓頂懸求婚，傷過危險，隨即被警方抓起來。 7月初1中晝時啊，佇紐約帝國大廈天線頂懸超過443公尺的懸度，這對佇烏色面大的羅西亞極限爬壁正盤，摳烏色的布條，頂懸寫“當愛的力量贏過權力，世界才通享受和平”的標語。原底掠準只是表達和平訴求的行動，也毋過兩個人退轉去平台了後，遂開始求婚，因為拄好是中晝食飯時間，真濟曼哈頓民眾挖過去看。 Just sitting over here on my lunch break, and then I just saw a flag, and I was like, I thought it was like for the 4th of July or something, a new edition. 這對羅西亞極限爬壁的正盤是今年33歲女性尼科勞，也有32歲男性比爾庫斯，因為常常佇世界各地咧爬壁，佇網絡是真青。Netflix 捌佇2024年甲因的故事翕做紀錄片，即屆因空手去爬紐約帝國大廈，也互來看卡球賽的遊客行一條。 Not our first visit to New York, and it's not our first visit up the Empire State Building. But it's crazy. It's like being in the movies. I was thinking, how did they get through security? I mean, if you've ever been up to the observatory, it's really intense security. You go through metal detectors, all sorts of things. I just can't believe that they made it past a certain point at all. 兩個人佇帝國大廈頂懸停差不多半點鐘了後才離開，就隨後警方以危害公共安全等罪嫌甲抓起來。專家表示，兩個人爬壁的行動毋但危險，佫較顯示大廈有安檢的空隙，這兩個人有可能互人送辦起訴。公司新聞警官慶編譯。感謝您收看今仔日的新聞世界，通我是蘇眉，咱明仔載同一個時間再會。